据报道，中国计划到2023年奴役65万维吾尔人。根据韩东网的报道，中国当局计划到2023年在脂肪行业雇佣超过100万人，其中65万人将是来自东突厥散南部的维吾尔人。近年来，中国当局以消除贫困的名义，将维吾尔和其他突厥民族强行转移中国内地工厂，参加强迫劳动。专家认为，像集中营一样，中国的强迫劳动制度已被用作消灭维吾尔人的手段。国际特使组织于4月20日再次呼吁立即无条件释放新疆大学前教授塔西普拉提特伊拜教授。声明称，塔西普拉提特伊拜这位学者在一场秘密且极度不公的审判后被定罪，他于2017年被强迫逮捕，后被任意拘押至今。当局没有就他所受的指控及刑事诉讼程序提供任何消息，而他目前仍然下落不明。国际特使组织呼吁中国政府和习近平立即无条件释放塔西普拉提特伊拜，除非当局有充分可靠且可采纳的证据，证明他犯有国际公认的罪行，且依据国际标准对他进行公正审判。因武汉肺炎疫情爆发造成损失，德国图片报对中国开出1490亿欧元的账单进行索赔。德国日前加入英、法、美等国的行列，就武汉肺炎疫情的爆发对中国发起攻击。德国主要报纸媒体图片报甚至开出1490亿欧元的账单向中国索赔。报纸认为中国掩盖事实，导致该病毒的传播，因此应该对此负责。图片报还援引美国国务卿麦克培彭的声明说，追问责任的一天会到来。报纸强调，由于武汉病毒的影响，德国国内生产总值减少1490亿欧元，在许多领域造成数十亿美元的损失，中国将不得不为此付出4000亿欧元。根据内塔尼亚胡的库利德党和甘茨的蓝白党的联合声明，预计这两位政治家将在当天晚些时候见面。双方的联合声明说，以色列总理本杰明内塔尼亚胡和他的竞争对手蓝白党的本尼甘茨的领导人已同意建组紧急联合政府。达成协议是在1年内以色列举行3场选举之后达成的，当时没有一个政党设法在议会中赢得多数位并成立新政府。以色列媒体报道说，根据协议，内塔尼亚胡将继续担任总理18个月，而甘茨将担任国防部长，随后取代内塔尼亚胡。法国周一宣布，境内武汉病毒疾病新增547起死亡病例，成为全球第4个染疫死亡人数突破2万的国家。法国武汉病毒死亡人数从周日的19718人增至22265，超过了2万死亡人数的心理关口。全法国确诊病例为114657人，重症从5744人降至5683人。法国卫生部公卫处长沙洛蒙在记者会上说，今晚我国越过一个具有象征性且特别令人痛苦的关卡。沙洛蒙也提供一些正面讯息，包括加护病房人数连续第12天下滑，减至5683人，显示全国封锁防疫逐渐出现成效。土耳其军事电子工业公司 Aselsan 与哈萨克斯坦政府之间就远程控制的 SAR-2 武器系统签订了合同。根据该公司的书面声明，以不同配置和口径开发的遥控武器系统可用于各种陆地和海洋平台。该系统在20个不同国家的库存中存在。